台北捷運講有旅客佇咧列車門咧關的時用牌仔卡佇咧列車門硬要上車，這有夠危險。台北捷運表示講按照大眾捷運法的規定，妨礙列車門或是月台門關起來，這上當是當罰7500。車廂內的乘客將負責人強行塞佇車廂內牌仔往外口塞，車門才順利關起來。看到的人看這個負責人佇列車車門甲月台門已經過到一半，是想要強行上車。他就是想上車，但是因為擠不進去啊，門已經關到一半了。他想用包包讓門打開，他走進去。等到事發現場，拄着甲離坐車旅客多，台北捷運公司表示，這個事件發生在拜六下晝3點外，松山新店線中山站，這個旅客佇車門關的時，也要強行上車，以大眾捷運法規定，妨礙車門也是月台門關起來，會當出新台票1500至7500的罰款。台北捷運提醒：月台警示音響起後，請勿強行上下車，以免發生危險或影響設備。筆者指出，系統安全係所設定，用最高標準，萬一車門卡着物件，佮初步排除無效，而且會當先清車，佮安排維修人員檢修處理。除了調工阻擋車門關起來，恐驚面臨開罰之外，過去也有未少卡門事件，是因為旅客隨身物品落去。我3年捷運列車車門異常案件，檢修了後有7成攏是物件卡門，有去年下底牌仔堆仔、耳機、管仔掛、雨傘頭也是免洗滌等等。通常就拿下來，就不要拿在背着這樣，背在背後的話會很容易不會沒注意到嘛。我是前面可能手還會這樣扶一下，這樣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晃動。去年7月中，台北捷運連續2日發生物件卡門的狀況，造成列車門無法度正常關起來。其中一個甚至這個檔當場返回檢修，除了繼續宣導旅客注意隨身物品，把這電每年道理營運的新車，也用無高座固定設計，減少物件卡碳門旁影響運作紀律，互開關門更加順利安全。記者採訪報道。